南摩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46。蠢愚，何以治哉？灭愚之法，唯在公学。愚在不其理，出行之蠢，而于独中有暗。依师正道，则得愚转智也。愚痴、蠢笨这种情况，怎样才能改变？怎样才能聪明起来呢？要灭掉愚痴、笨拙的方法，唯一的在于用功学习，多闻多见。愚的主要原因是对其事理不明白，然后才愚的。就说把事情做错的原因，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实质不了解，所以出行自然就愚蠢。那么在实践中，书本中有很多知识，有很多事例，我们都可以去学习。社会上也有很多知识，我们可以去收集，多闻多见，然后收而取用，自然就会聪明起来了。所以南摩第三是多劫羌佛说，愚痴的原因主要是学问不够或见识肤浅，因此要在书中去求知识，增强自己的学问，要于社会中去体验，增长自己的见识。但是最重要的还得要依照到具学识的老师正规的辅导，才能把愚痴转为聪慧，转为一种智慧的力量。如果老师把方向给你辅导偏了，同样也会愚痴。所以有依师正道这么一句话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